新闻头起先来看新竹市长高虹安，较早做立委的时涉嫌诈领助理费，一审判伊贪污，关7年4个月，体罚公款4年。不过今仔日二审并判撤销担保罪，伊则伪造文书罪判关6个月，会使减罚罚金18万。高虹安表示，伊会依法转去做新竹市长。 约谈到案，本地是民众党部分区立委转去选县市长成功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洪指控在立委的任内涉嫌诈领助理费，洪照贪污罪起诉，一审重判7年4个月，剃头公权4年，洪停职。专案上诉了后，高等法院16宣判，改照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的伪造文书罪，判刑6个月，会当用罚金18万大刑。专案阁会当上诉。 高虹安共同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处有期徒刑6月，如一科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1日。本地一审是认定高虹安聘用助理铺报收金含加班费，互立法院的承办人员登载伫公文书甲重判。不过二审认定无构成贪污罪，认为讲立法院组织法规定讲助理费是实质补助，使用会当有春秋，而且助理费是每一个立委做一个单位，预算是列伫委员文件的业务内面，助理收金加班费。 属立委补助费的性质，嘛认为讲立委公费助理费本质属立委补助费性质，咱三金制度是对其他的立委办公室。高虹安市长没有贪污，我们也希望民进党政府已经把这个国家搞得4分5裂的同时，应该从这个判决开始停止撕裂国家。 民众党知影破关的结果是，党委要求停止司法的追杀，因为高虹安2审方认定无贪污犯罪事实，嘛无坐假的问题。根据地方制度法，会当申请复职。市府已经向内政部提出申请，对这内政部回应讲，等因收到复职的申请了后，因会依法来办理。 恭喜高虹安市长，终于司法还他清白，也期待高虹安市长能够尽快复职，那回到市府的团队，跟大家一起继续打拼。明年也是这个县市首长的一个大选，不管在我们的上一届主席跟现在的主席都一直希望我们地方要来支持我们高市长。 公安的被告内面有一个人是维持无罪，其他3个人是分别互改判2个月到4个月不等的刑期，而且会当假罪2年。高虹安是发出声明感谢合议庭对事实来做出判断，会较紧转去做市长的工作，一切等寻到破决出了后才回应。即么2审贪污的罪名无成立，嘛牵动高虹安的政治发展和民众党的政治布局。记者综合报道。